海巡署规划要伫咧10档内打造6只新的高纬度远洋巡护船，今仔日过来头一只油电混合的巡护10号进行安量典礼。总统赖清德嘛有特别落南来参加，感谢海巡应对中国的侵扰。运载大量救援物资，或是沿岸多功能艇，或是特勤突击艇，甚至是无人机。 除了可以执行海洋巡护任务，也可以支援离岛物资运补。它将会具有非常高度的拖船的功能。如果我们有这艘船，我们在当天的晚上，我们可以在海上用拖船的功能把豫州启航拖住的话，它就不会搁浅在我们野柳美丽的海域。 海运会主委管碧玲表示，新的高纬度远洋巡护船功能更较好，会当协助咱巡护执法，也有搜救等等。这只巡护10号上紧10月落水测试，明年8月就会当来交船。